平反不要紧，连阮某拢甲我创空啦。有一摆啊，我转旧厝，因为阮某是外省啊，台语袂练转。甲平时啊朋友拢会问讲吼，啊你当时要生囝？结果吼，我拢是我咧应的。有一摆，我咧厨房无闲，我听到阮亲戚朋友咧问阮某啊，阮某滴滴嘟嘟讲袂出来，皮用骂一声，因为伊有问题。我是讲，什么我问题？我紧撞出来，规间店姊姊，敢若无代志发生安尼。叫我问阮某，你哪里有别人讲话？伊讲吼，因为啊，我是要讲，遐亲戚朋友因有问题，叫你进来回答啦，叫伊讲唔对啊。今我要讲的是，有问题是阮某的台语，唔是我的身体。就算我的身体有问题，嘛是照三顿食阮某煮的料理，才会出问题啊。这是什么原因三个口啊过关啊？哎呦，我本来要回车啊，讲真经的，我是惊因两个拢是车啊，所以我拍一个口啊。恁敢袂三个人拢安尼想的咧？对啊，我3票拢是同情票。拢惊大家拢车啊，所以拍伊讲啊。我即摆心情足复杂的，虽然讲我过关足欢喜的，毋过过关也毋过无欢喜。因为摕到3个箍啊。我甲你讲吼，运气真正是比赛上重要的部分。嘿啦，运气就是实力的一部分。是的啦。